你有冇遇過咁樣嘅人呢？啱啱開始創業嘅時候，一腔熱血，但係過程之中少不免遇到一啲障礙，即刻就會產生自我懷疑。我呢就認識一個同學，佢本身就諗住副業做自媒體創業。啱啱開始有呢個諗法嘅時候，同身邊嘅人講，個個人都潑佢冷水，甚至乎佢想揾咗一啲投資人投資佢嘅業務，但係都冇人睇好佢呢一個方向。咁佢自己當然覺得好灰心，佢覺得或者會唔會都係真係唔能夠成功呢？不過就喺呢個關鍵時刻呢，我俾咗好多同佢同領域嘅一啲自媒體成功案例咧俾佢睇，佢就選擇開始相信自己，然後不斷咁尋求方法改善自己拍片嘅一啲方式，令到佢嘅流量慢慢開始累積起嚟。成功唔會嚟得太過突然，但係佢每一日去做嘅影片，幫佢不斷咁累積幾十幾百嘅流量。去到1年之後，終於能夠透過佢嘅媒體平台開始揾到第一個廣告嘅商業客戶。所以呢個世界上邊90%嘅人都係先看見後相信，真正能夠成功嘅10%嘅人，一定係先相信後看見。當你喺創業之路上邊，如果你選擇先相信嘅話，你嘅行動同埋心態咧都會唔一樣。咁而更加積極嘅行動同心態，當然亦都會幫你帶嚟更加好嘅結果啦。所以作為創業者嘅你，得閒可以問下你自己，做到今時今日，你仲相唔相信自己嘅夢想呢？